525萬買個新鴻基3房 CLC 526尺，呢個示範單位咧即係523尺嚟嘅，啱啱出咗價錢單咧526尺，而家出咗一處就講緊係1萬蚊尺都唔使，9987蚊一尺買到個最低層啊！就算買到最高層咧，都係11126蚊尺啫，講緊都係585萬600萬都唔使買到新鴻基3房望海景。仲要向北望海景添嘛？呢個向北望海景啊，北水啊，向北望山，向南見海，烏溪沙後邊個山，前邊企嶺下海，哇正啊，高拍個海咯！呢度仲要係3.325特高樓底，仲要明火煮食啊！因為呢個玻璃廚開放式廚房，但係間翻道門咧變咗緊廚，仲要係明火煮食啊！去邊度揾啊？依度咯，523尺呢個示範單位非常好用，你見到3間房擺咗喺度，跟住依度咧就客人洗手間，仲要有唔係客人洗手間，低個洗手間啫，咪仲要有窗嘅。OK。嗱，依間細房就忽細啲啦，變咗 BB 房啦。跟住依間咧就主人房啦，啊有個90度嘅角窗，睇晒成個海景啊！依邊海景向北望海啊，正啊！最緊要係500零尺喎，做到3房嘅，即幾實用啊！樓下有30幾萬尺高拍商場啊，2個2期啊，仲有個交通總會，最緊要148萬尺會所加168項會所設施，餐廳都有2個啊，球場都有2個，泳池有5個室外1個室內啊！你喺邊度揾咧？呢個你有中意呢個 CLC 523尺嘅3房？